91% 嘅香港老細招聘外勞都會揾專業嘅外勞公司，點解呢？ Hello， 我係 Joby， 你嘅專屬外勞顧問。如果你想聘請外勞，咁你一定要認真睇呢條視頻啦。專業嘅外勞公司究竟有咩優勢呢？首先，專業嘅外勞公司會有專業嘅團隊協助你準備好相關申請資料，幫你申請配額，幫你把關相關文件。因為我哋更熟悉相關政策同部門嘅流程，尤其係急用人嘅時候，可以大大提高你嘅效率。其次，我哋有大量外勞資源，一站式幫你匹配符合各種工種嘅外勞，幫你把關優質外勞資源，大量人才供你篩選，揾到合適嘅人選。我哋仲可以幫你嘅勞工代辦工作簽證，保證合法合規，而且仲有7日快速更換機制。如果勞工唔適應或者表現不佳，可以聯繫我哋進行快速替換，實現用工零糾紛。最緊要我哋前期諮詢到後期落地，全程都唔收取任何費用，壓縮隱形成本，幫你慳錢慳力，輕鬆打理生意。請人唔使憂，揾 Joby 就得啦。關注我，了解更多外勞申請乾貨。